花哦，南瓜的公花，公的花，你看有看到花柱了，有花魂了，哎，公花，你看有看到花魂，要把公花摘下来，然后拿到这个有长一颗的叫母花，你看下面有长那个，你看这个就是小小的南瓜啊，那个可能是被虫叮到，被风叮到。就烂掉了，所以要用这个纱网包起来。还没有开花就赶快包起来了，等到它开花再拆起来，赶快拆开来，赶快做人工授粉，把那个公花的花粉拿来这边摩擦这个母的花柱头，先把它包好，保护着人。先不要被叮死掉，不然被风叮到就会烂掉了。你看要赶快来照顾来找那个母的花保护好，用这个纱网套好，再进行人工授粉。等到它花开了，先是花苞嘛，等到花开了，再用那个公花的花粉来摩擦那个母花的柱头。